来看即马这台东大雨是有落卡哩，伫个火烧岛甲红头树呢，这环岛公路是陆续来清土石。也毋过伫个大雨过了，这台东县的议员是烦恼这菜的起价，尤其这离岛的菜呢，拢比本岛搁价几啊倍，原因就是这船的运费，所以即马希望县政府会当出面来处理。 南树乡初9甲初10的大水雨，造成环岛公路淹水，也甲发生土石流的情形。南树乡公所这2天来抢修，目前豆会当通车。毋过，伫大雨过了后，菜价可能会起，尤其是离岛、台东县议会临时会有议员就质询，平常时啊离岛的菜价都因为用船运来，单价已经比本岛贵。即马丹那斯风台，啊，个大水雨过了后，菜价传出要搁起，南树乡民有超过一半无经济来源，要求县政府爱想办法平稳菜价。有些时候我们半颗高丽菜要买200多块，对于乡亲来讲，我已经没有收入了，我还要买过高的单价的。 蔬果来维持整个家庭的3餐。县政府表示，已经运用离岛基金补贴运费，平稳离岛的物价。不过，因为南树乡当年公开招标，厂商会考虑运输的路程，参加厂商无偌济，到尾得标金额较低，所以执行平稳物价的效果比较无理想。第一个，那厂商的限制；第二个是旅途上的一个比较长程，所以在执行上面。 这几年在兰屿部分，我们是有更多的一个关注在。县政府讲，会阁协助南树乡执行平稳物价措施。另外，台东地区农会伫离岛有些超市，蔬菜、水果的物价甲本岛差不多。这几工已经整理好蔬果，包装好，放伫冰库，天后船开，就会陆续送到离岛。记者采访报道。